最近好多香港朋友問我石岐總部區到底值唔值得睇？有人會覺得石岐總部區有旗杆新城，有總部經濟，有新盤，有第四代住宅，未來嘅發展應該係值得期待。但亦都有朋友會擔心呢個片區而家仲喺發展階段，配套、人流、商業氛圍同二手市場都未係完全成熟，買咗之後到底要等幾耐？將來好唔好轉手？會唔會買咗一個太早入場嘅發展區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周時。今日呢條片我哋就直接咁講清楚，到底邊一類香港買家適合認真考慮石岐總部區。首先，我想先幫大家搞清楚一件事：石岐總部區到底喺邊度？佢唔係成個石岐，亦都唔係成個旗杆新城，而係旗杆新城石岐片區入面率先啟動重點建設嘅一個核心板塊。如果用位置去理解嘅話，石岐總部區大概係位於石岐嘅東北部。北邊係靠旗杆，南邊係去到成華路、富康路一帶，西邊係接近東華路，東邊去到喜灣道附近。簡單啲嚟講，佢一邊係連住咗石岐嘅老城嘅生活底盤，另一邊又承接咗旗杆新城嘅新規劃、新界面同埋總部經濟發展方向。所以石岐總部區唔係普通嘅住宅板塊，佢嘅定位唔係單純係幾個新樓盤，而係想透過道路、商業、產業、公共配套、新住宅產品一步一步去打造嘅一個新嘅主城界面。呢個就係點解近幾年大家會關注石岐總部區嘅原因，因為佢身上有3層價值。第一，石岐老城本身有人口、有學校、有醫療、有生活底盤。第二，旗杆新城帶嚟嘅城市更新同埋總部經濟規劃。第三，新盤同第四代住宅令到石岐開始有更新嘅改善型住宅選擇，但正因為佢係一個發展中嘅主城更新板塊，所以買唔買石岐總部區最核心嘅問題從來都唔係呢個板塊有冇前景，而係你自己適唔適合。石岐總部區唔係人人都啱買，但確實係有3類香港買家，我覺得係值得認真去考慮。第一類就係預算相對充足，想買石岐主城新產品嘅買家。如果你係香港買家，本身係中意石岐，認可石岐嘅老城生活底盤，覺得石岐有煙火氣、有商業、有學校、有醫療、有本地人長期居住嘅氛圍，但你又接受唔到傳統老小區嘅樓齡、停車、物業、外牆同居住嘅界面，咁石岐總部區係值得你認真去比較。第二類就係唔急住，願意等3到5年片區慢慢成熟嘅買家。呢一類買家非常之適合石岐總部區，因為石岐總部區始終唔係一個完全成熟嘅板塊。今日你去睇會見到有新盤、有道路、有規劃、有局部嘅配套，但你唔可以要求佢同石岐老城或者東區成熟生活圈一樣，所有商業、人流、餐飲、租賃、二手市場都已經完全成熟。發展型板塊一定係需要時間去慢慢培育，商業需要時間去培育，人流需要住宅交付之後慢慢沉澱，租賃市場需要隨住人口去支撐啦，二手市場亦都需要成交逐步去形成參考，所以石岐總部區係會更加適合嗰啲唔急住嘅長期買家。或者你係提前為將來退休生活做準備，抑或你未來3到5年先會高頻率使用呢套房，你對片區今日嘅配套要求冇咁極致，願意俾時間佢慢慢成熟，咁石岐總部區就非常之適合你啦。第3類就係以長期自住為主，唔依賴短期轉手退出嘅買家。呢一點我覺得好緊要，因為石岐總部區未來嘅產品，尤其係第4代住宅，並唔係細則低總價、低門檻嘅一種流通型產品。第4代住宅嘅優勢係尺度更加好，露台更加大，居住體驗更加強，但同時佢嘅面積通常都會偏大，總價門檻亦都會更加高。呢一點就代表咗一件事情，就係日後如果你想轉手接盤嘅人群，一
定係會比普通剛需型嘅買家會更加賺。普通剛需型盤可能100萬左右就有比較多嘅人可以承接，但如果一套第四代住宅總價去到200萬以上，未來接盤嘅買家就要有一定支付能力嘅本地改善型家庭啦。總結返，石岐總部區到底適合邊一類型嘅香港買家？第一，預算相對充足，能夠接受200萬以上總價門檻，想買石岐主城新產品嘅買家。第二，就係唔急住，願意等3到5年片區慢慢成熟嘅買家。第三，以長期自住為主，唔依賴短期轉手退出，能夠接受第四代住宅未來接盤門檻較高嘅買家。所以最後都要補充返一句，石岐總部區唔係今日買全部成熟，而係買主城更新過程當中嘅兌現能力。如果係你會唔會揀石岐總部區？歡迎喺評論區話我知。我係 Josie，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訂閱我哋，下期再見。